阿高，啊，你伫好好写功课，敢写完啊？啊未啊？啊，未写完，你就咧看翁仔册哦？啊，无要紧啦，明仔载搁放假啊，明仔载再搁写啦。阿高，今仔日是放假的最后一天，你的功课咧？哦，免烦恼啦，我写功课写了真紧呢，我等下再写。师妹，你今仔甲我斗相共啦，我的功课写袂了啊！啊，你毋是讲你写功课的速度真紧？我唔知影我的功课哪会遮尼多啊，还是要安怎？甲囡仔讲故事。大钱，你哪会写遐慢？哪有？你才写到这尔呢，哪有？我写甲足紧的。咁足紧呢？对哦。看我我较厉害。我较紧，我比你更加紧。我较紧，我较紧，我上紧，我上紧。我比你较紧，我比你较紧。哦，你写的字有够歹呢。哪有？我写到足紧呢。你写的字敢若刺毛糖共款，尿尿酸。咱是咧比紧，而不是咧比写大字比赛。哦，你写到这么慢，安尼，我先来去看翁仔册好啊。哪有人安尼啦？大钱，我5本翁仔册拢看了啊哦。啊，你敢若写到这哦？哦，你莫甲我吵啦！哦，来，别甲你吵，别甲你吵。哦，考。哦，你较安静的啦。哦，我足忝的。啊，哟！你是啥？阮就是你所写的刺毛糖衣，变的刺毛糖人。哇！哇！我嘛要做伙摇来摇去。嘿，你介意？我介意。那呢？咱就做伙摇起来！妮妮啊，妮妮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我困去啊！对啊，我宿题写完啊，所以我叫你起来。我较起来写。哦，足忝的，我要转去啊。妮妮再会。嘿嘿嘿嘿嘿。没事安尼啦。哎呦，妮妮啊，等下。哦，我看卖。哇，你这宿题字写到这尔啊老粗哦，这个吼，拢总爱定写啦。买啦，我后摆一定写到足水，这摆先买啦。袂用字啦，拜托。袂用字。拜托啦。阿高，你今日真乖哦，这么早就咧写功课。当然啦，我是好学生呢。唔对哦，这功课看起来真明显诶。敢有？这不是你昨暗就爱写的功课。我写了伤多错啊啦，老师叫我定写。
你敢有看到海洋咧不破？咱做伙甲伊吹出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大只海洋伫遐啦！哪唱歌，哪游水。西北河直直落。西北河直直落。一只鱼要放啊，古代兄要烦恼，到咸仔搁佚佗，远离暗做无路，赶紧来回紧倒，做好心来照路，西北河。直直落。海产手安河，就嘛要海。阿公最厉害，拢家己做。照顾我海啊！刚才上幼稚园的时阵。屁啦！三个相算。我用，阿用上细汉。恁敲好啊吗？对，敲好啊。敲好啊，好来。我帮阿用带起。敲好啊，来。我帮阿用用安全带。阿用，我帮你用安全带。这是我上高这个可以。这两个放在哪？来，这两个把手，这不差。啊，我帮你推哈，我帮你推。小嘴嘴超人，家庭这里，棒卡，海产球，海产球哦，海产球，海产球，啊你若要，我要用这罐的卡掉。打电话去叫我去做卡卡。不要再抽钱。来，阿勇来，阿公讲有伊。但有伊，你袂使甲抢来，拢袂使。来，阿公讲，不，你要干哪？来，阿公讲，来，你要食，你就袂使甲客啊！你要甲阿勇讲啊，讲我分姐姐食，你袂使再甲抢啊！啊，我有讲啊，阿姨就无爱分我。你有讲你无爱分你食，啊姐姐有甲你讲吗？有无？啊有就爱讲加食。唔过昨晚在家里上当抽签的时阵，伊个无要互我上当抽签，所以我难得要互伊食这。安尼哦，无啦，不要紧啦，爱讲加食较好食啊。好物件爱分大家讲加食啊，对无？人姐姐有甲你讲啊，讲分你食啊，啊咱就爱分姐姐食啊，对无？唔过昨晚在家里上当抽签的时阵，伊无要我就有甲姐姐讲啦，伊互我上当抽签，啊伊个故意无要互我上当抽签，我无故意。有咧，人姐姐嘛有要互你算的，对无？我昨晚互伊上照顾啊，我都无算。安尼哦对啊，拢爱轮流啊，一暝爱轮流啊。怪我。好，安尼好，袂使怪来，好，姐姐听妹妹，啊妹妹听姐姐，吼，好无？安好无？好无？会使啊要？你敢搁有咧生气？有无？啊若搁咧生气，咱就莫开啊，莫开咧食，搁生气咱莫食。这吼，人若咧生气的囡仔，伊都无爱互食。这要互欢喜的囡仔，
要欢喜的囡仔食，啊若生气的囡仔人不爱互食。你敢要食？啊要食，你敢要搁生气？无爱啊，要爱笑一个，你爱甲笑一个，伊较会开。甲笑一个啊，啊笑一个啊，笑一个伊就开开啊。社会讲台语，海空烧，海空烧，安全带，安全带，生气，生气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看完今仔日的节目，阿狗，你有啥物要分享的？功课爱照时间写，也搁有咧，写功课爱认真写，袂用学白写。无毋对，大家爱乖乖哦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后回爱继续收看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，再会，欢喜再会。